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实在是足久无转来，今日实在是感觉甲回娘家吼。真多谢地牧师甲种一同工伫我就任10月19日，代表淡水教会不仅送礼，也亲自参与伫迄个礼拜中间，互我真感动。就亲像迄天的就临时，我有分享到，我细汉伫淡水教会长大。读主日学，对少年团契，对听讲道做礼拜，一直到17岁，坐伫遮做礼拜时，我无参加啥物特会，就是伫一摆的主日礼拜，伫坐伫下甲恁共款，伫做礼拜听讲道的中间，就甲亲像以赛亚伫圣殿的中间，听到上帝呼召，勇敢回应上帝呼召。30几年来，实在是深深感受到，当我诚做什么款的人，实在是得到上帝真大的恩典。今仔日倒转到家己的教会，特别感触真深。淡水教会是马街朴树伫北部所起造的第一间教会。我相信伫这间教会中间，上帝有真特殊的祝福。当我今年开始承担马街朴树所设立的神学院，也诚做院长要来带领神学院甲教会时，我家己深深感受到，就细汉听马街朴树的故事甲伊的名字，今仔日会当伫马街朴树所设立的神学院来服侍，实在是上帝真奇妙的作为，也伫上帝这种稳重的作为的中间，常常互我真惊吓，嘛真敬畏。感谢各位兄弟姊妹对台湾神学院对我的疼痛。未来伫神学教育顶面，我相信，当我诚做院长，甲淡水教会伫未来，无论伫神学教育还是宣教顶面，咱的确有侪会当合作的机会。愿上帝会当开启咱的目睭，来看去上帝所要备办予咱的是真水的产业。今仔日会当倒转到家己的舞会。我嘛意爱将上帝话甲咱三家来分享，搁一摆邀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我感谢你，何等的恩典！147年，你呼召马街朴树对远远的加拿大，将福音带到台湾的北部。今仔日阮坐伫遮是何等的福气，会当听到福音，会当诚做上帝的囝儿。主，阮搁一摆奉你的名组织，确信你要设立你的宝座伫你家己的圣会，阮就亲像玛利亚同款，真正坐伫你的脚前，意爱要听到主你对阮讲话。因为主，阮确信你的话是阮头前的路的光，来光照阮黑暗的心，也带阮行伫上帝你所欢喜的路。这是恳求圣神特别运行做工伫阮的中间。互阮有受教的心，也互阮有一个谦卑的心，通互主你的话语听到阮耳孔的时，会当伫阮的性命诚最好的果子来荣光主你的性命。恳求圣神做工，互讲的甲听的人会当平平得到圣神的引带甲帮衬。安尼祈祷袂堪的是奉耶稣基督的性命。阿门。今日咱所读的这段故事、这段经文，我相信咱拢真熟。特别你若是细汉伫主日学大汉，我相信这款的故事是咱真爱听的一个故事。整个的故事其实是发生伫西奈山山骹的一个事件。咱若要较正确来了解这个故事，咱就要倒转到40工前。40工前发生什么代志？就是当以色列人伫西奈山甲上帝立约的时，对迄只开始，以色列人甲上帝建立一个真深的关系，就是主耶稣讲，主上帝讲，我要诚做恁的上帝，恁要诚做我的子民，这是一个真深的关系。耶和华上帝为着要以色列人进一步表明，伊对因所存有一个真水的意思。伊就呼召摩西讲，伊讲：你就山来就近我，踮伫遮，
我也要将我所写的律法甲诫命想述互你，通教示因。各位兄弟姊妹，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律法，是上帝对咱人为着要疼咱，互咱会当知怎样活出上帝意爱、活出的性命，伊所想述互咱的诫命甲律法，其实是上帝真疼咱的一种的表达。有一个神学家讲得真好，伊讲上帝的律法，事实上是上帝恩典的一种的表达。摩西就离开伊的百姓，要上山去甲上帝见面的时，伊怎样吩咐遐个长老？伊吩咐遐个长老讲：恁着踮伫遮听候阮，听候阮倒转来。伫遮恁有阿伦有互你甲恁弟弟。人若有代志，通来找因。摩西交代完这的事，伊就带伊的助手约书亚上上帝的山。不过，摩西要去的时，并无甲因讲什么时阵伊会倒转来。拄啊开始的时，这伫山骹听候的以色列人嘛无发觉有啥物毋对，因悠远过生活，悠远做因每工爱做的事。总是日子一天一天过去，无拍算。因一等就是40天，这以色列人等啊等，望啊望，就是无看到摩西落山。就安尼，因的心开始烦恼。因想讲，摩西敢会伫山顶拄着啥物代志？然后因的烦恼煞变做惊吓，因为因想讲，若是摩西拢无倒转来，阮是要怎样啊？自追要带阮继续向前行。因这种对未来的惊吓煞转想去，伊气摩西讲：摩西，你哪会遐尼无负责任，带阮对旷野出来，来到埃及出来，来到这个旷野，现在你家己煞来浪讲。最后，因实在是忍袂住，就去找摩西的兄哥阿伦，用真无客气的口气对伊讲：你若读圣经的时，特别读汉字本圣经。你会感受到迄个口气是真歹哦。伊安怎讲？起来，甲阮装上帝，通行伫阮的头前，因为迄个摩西就是带阮对埃及地出来迄个人，阮毋知伊拄着啥物，真歹。奇怪是阿伦并无啥物反对，就照百姓所要求的去做。阿伦怎样做？伊就吩咐因讲，就将你的某囝、查某囝耳孔所戴的金仔拔落来，摕来互伊。阿伦就用百姓所交互伊的这金仔做一只金牛仔。当以色列人看到这只金牛仔时，就足欢喜。安怎讲？伊讲以色列啦，这就是带你出埃及的上帝。以色列啦，这就是带你出埃及的上帝。阿伦的心到底伫想啥物？咱毋知，圣经嘛无甲人讲，有可能伊毋是一个真勇敢会当去承认责任的人，所以当百姓气噗噗来找伊，伫即种的压力的下面，伊只好将百姓所爱的互伊，通互家己会当紧紧脱离迄个困境啊。嘛有可能阿伦安尼做是要得到百姓对伊的欢喜。这就互咱想到有一摆，阿伦的大兄摩西的大兄阿伦甲伊阿姊米利暗，因为怨妒家己的小弟，因爸安尼讲，伊讲耶和华敢只有甲摩西讲话吗？敢无甲阮讲话吗？怨妒，因有可能阿伦的心会安尼想，我的口才无比我的小弟较差。年纪嘛比伊较大，为什么我就要做伊的助手？好不容易哦，阿伦想着讲摩西即嘛无伫遮，这是会当伊好好表现的一个机会，来证明讲我嘛会当做领袖。为着要得到百姓对伊的支持，阿伦就照百姓所爱拢互因。到底阿伦的心底想啥物？咱毋知。总是有一项事咱会当知的是，当阿伦拄着问题的时，伊并无亲像摩西共款。你若读圣经，
每一摆摩西若拄着困难的时，伊会先到耶和华上帝的面前去祈祷，去问上帝。反倒等阿伦无安尼做，当伊拄着困难的时，伊马上去行动，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。不过咱也看去，当阿伦只有看中人的真面，无看到上帝的时，只有要得到人对伊的欢喜，无要得到上帝的欢喜的时，阿伦所做对迄个信仰团体实在是造成真大的损害，甚至将上帝的百姓带离开上帝的道路。阿伦怎样做？当伊看到百姓遮尔欢喜这只金牛仔时，伊马上就宣布讲，伫这个金牛仔头前做一个祭坛，马上宣布讲，明仔早起，咱就爱耶和华敬拜守节。换句话讲，伊讲明仔早起，咱就爱来组织敬拜耶和华。过当当一透早，真正百姓就早早起来，要来献祭，来敬拜上帝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表面上看来，以色列人百姓所做，甲40工前因甲耶和华立约的时所做遐宗教礼仪拢同款呐。因敬拜，因献祭，甚至伫敬拜献祭服侍耶和华了后，因嘛亲像40工前同款，大家坐落来三甲邻舍庆祝欢喜啊！无拍算。就伫这个时阵，上帝伫山顶竟然对摩西安怎讲？上帝讲：“你落去，因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对埃及地带出来，已经败坏啦。”各位，我毋知你有真就听无？耶和华竟然是讲：“你的百姓，就是你对埃及地带出来。”这就敢亲像啥物？这就敢亲像一位老爸伫讲：“你毋是我的囝，毋是我生同款啊！”爸仔囝迄个关系已经拍歹啦。会当讲，即时的上帝看以色列人，因的关系甲上帝已经无共，原本是迄种。恁是我的百姓，我是带恁出埃及地的上帝。恁是我的囝儿，我是恁的上帝。迄种亲密的关系已经无去啊！故事讲到这的时，我毋知你是毋是甲我同款，心内有一种着急，甚至有一种讲袂出来悲哀。为什么？因为遐伫山骹。伫欢喜敬拜服侍耶和华，甚至伫欢喜啉食，而且以色列人完全拢毋知，即时上帝看因已经无共啊！这是这个故事带予咱上大的条件。这款的条件嘛，予咱这读这个故事的人，不禁地要问咱家己：咱是毋是甲这以色列人同款？咱甲上帝的关系已经拍歹呀，总是咱一点仔拢毋知，我一点仔拢毋知呢。安尼咱要问的是，到底以色列人是怎样行到这款的地步啊？经文的一开始安尼讲，百姓看摩西烟尘无落山，烟尘什么意思？伫英语版的圣经是讲 delay 啊。什么是 delay？ 就好比讲，你要出国去旅行，到飞机场，你上惊就是飞机 delay 哈。意思是讲，代志无照原来的计划时间表伫进行，代志受到阻碍呀，受到阻挡。我相信伫这种的情况下面，人往往会真无耐心，有时情绪嘛会感觉变甲真急躁，甚至咱会生气啊。换句话讲，以色列人为什么会做金牛啊？做金牛啊，这个事件就是当以色列人对上帝失去耐心来开始的。啊，你咱要问的是，上帝计划减亲像以色列人所想的，受到恩赐吗？无啊！
事实上，当因伫山骹伫听候的时，上帝犹原伫山顶伫进行伊的计划。上帝犹原伫将伊的律法甲诫命赏赐予摩西啊！只不过这个代志，以色列人的目睭拢无看到。所以有一位神学家讲啊真好，伊讲：如果有耐心是上帝一种本质，安尼无耐心就是出伫迄个歹的，是甲上帝对敌的。因为伊表示啥物？伊表示人对上帝无信任。不但咱看去，当以色列人失去耐心，对上帝无信心、无信任的时，真趣味。因并无离开因的宗教信仰，反倒等因对宗教采取更加积极的方法，足趣味。人对上帝无信心、无信任的时，毋是离开伊的信仰，毋是离开宗教信仰，反倒等是对宗教采取更加积极的方法。好比讲，因起这段，因敬拜，因服侍。因甚至对家己安尼讲，这个金牛仔就是迄位带阮出埃及的上帝，就是因为因所做的有关是宗教性的活动。请我再讲一解，就是因为因所做的有关是宗教性的活动，因敬拜，因服侍，直到因伫不理解中间，将家己的行为合理化啦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家己骗家己，最后连家己已经离开上帝，已经失去对上帝的信，已经甲上帝的关系已经拍歹啊，煞一点仔拢唔知。各位兄弟姊妹，这就是以色列人怎样陷落伫做金牛仔这种错误的过程。人为什么会做金牛仔？简单来讲，就是对上帝无信任，然后我家己做主，我家己来的一种信仰态度。咱也看去，当人只有靠家己，唔靠上帝，相信家己，唔相信上帝的时，唔管咱所做的，表面上看来是偌尼合理、偌尼宗教性，甚至是偌尼虔诚。伫上帝眼中，咱拢毋是做上帝所欢喜的，因为事实上，咱所服侍、所敬拜，毋是上帝，是咱家己。在上帝看，这已经犯了10条诫的第1条诫命，就是除了我以外，你毋通有别个上帝。人甲上帝迄种真亲密利益的关系，嘛因为安尼受到破坏。各位，容我再讲一解，这个做金牛仔事件是发生伫什么时阵？就伫40天前，以色列人甲上帝立约了后，伫40天前，你若读圣经，以色列人把300因真肯定的口气对上帝安怎告别？伊讲：耶和华啊，你所讲的，阮拢要照你的话遵探来行。耶和华，你所讲的，阮拢要照遵探你的话来行。总是伫短短40天的中间，咱看去，因对上帝的献身，竟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。对这嘛，互我看见伫信仰顶面一个真重要的事实，就是有时上大的献身，往往的面对上大做金牛仔的试探。上大的献身，往往会面对上大做金牛仔的试探。我想对咱这个受上帝救赎、组织的教会受上帝呼召，要来服侍上帝、敬拜上帝的你我来讲，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呀。特别如果你是一位对家己的信仰真认真，对教会有真大的使命感，对读福音嘛有真大的负担、检采，咱拢愿意承认讲，咱常常是一群真无耐心的人。不只是咱对家己无耐心，咱对别人无耐心，甚至有时咱对上帝嘛无耐心。好比讲，
当咱对一项事工真投入，对教会真投入，甚至看伊是上帝予咱一个使命的时，咱的心总是会真期待，敢毋是嘛？咱会真期待这个事工会当紧紧来完成。也因为安尼，若是事工的进度时间表无照咱心中所期待有所出入的时，咱往往会失去耐心，甚至会对人受气。咱会对边仔的人受气，对同工受气，对教会的长职受气，甚至是对传教者来受气。然后，咱要用家己的方法、各种的办法来达成咱家己心中的目标啊！所以我实在是深深体会，对咱这伫教会服侍上帝的人来讲，有时咱甲上帝关系会出问题，往往是因为咱对自我的期待较赢对上帝的信靠。若无真小心的时，咱就会伫不知觉中间掠家己做上帝，爱上帝来达成我心中的目标甲计划。虽然咱用真多的时间、精神投入伫教会、投入伫上帝国的事工，检采别人看咱嘛真有使命感、真虔诚、真热心。不过，事实上有可能，咱所服侍、所敬拜的是家己，毋是上帝。上帝无阁诚做咱的主，是咱家己诚做家己的主人。上惊的是，有可能咱就亲像遐以色列人共款，竟然家己一点仔拢无发觉到，咱已经离开上帝。原本咱甲上帝迄种利益的关系嘛拍歹啦。上大的献身，往往会面对上大做金牛仔的试探。虽然人看的是外表，不过耶和华上帝看的是咱的内心。上帝怎样看这以色列人？圣经第9节安尼讲，伊讲上帝讲，我看这百姓看。是红棍硬，什么是红棍硬？红棍硬这种的表达，常常伫形容一只动物，无爱照主人爱去的方向去行，硬要往家己爱走的方向去。这就亲像咱常常讲的，一只毋愿受指挥的马同款。面对这群红棍硬的以色列人，上帝的回应是互咱真着惊。上帝怎样讲？上帝对摩西安尼讲：我要大受气因，灭无因，用你食做大国。这是讲啥物？伊是伫讲，上帝对亚伯拉罕甲雅各的应允的确会实现。不过现在，上帝无爱用以色列人来达成伊的使命，上帝要用摩西来取代以色列人。上帝讲：我要大受气因，灭无因，用你，就是摩西，用你来做大国啊！各位，这互咱一个真大的提醒。一个掠家己做主，看家己是上帝的人，不管伊是一个个人，也是团体，上帝无爱用伊，上帝会兴起别人来取代伊的位置。上帝的计划旨意的确会成，总是上帝会兴起别人来取代你的位置呀。讲到这的时，我想对咱这的淡水教会，还是台湾长老教会的咱来讲，我想是一个真大的提醒。真惊了有一天，上帝，咱甲上帝国的事工无分啊！长老教会今年已经迈进154年。你敢知今仔长老教会伫台湾的信徒有偌侪人？22万，中间有固定伫聚会做礼拜只有一半，差不多10万人。马开博士将福音带到台湾147年，
台湾长老教会已经154年，总是信徒数伫台湾只有10万人固定伫做礼拜。你若有机会去甲长老教会行一届，渐渐你会发现，咱的教会是愈来愈老化，少年人无过来。这几年来，阮伫神学院也发现，愈来愈少兄弟姊妹愿意献身来读神学院。其实献身的人数，会表达出一间教会属灵的情况。教会若无复兴，要献身做传教者的人，的确会愈来愈少啊。当你看到长老教会这款的情况，或者是咱来看到咱淡水教会时，有时咱就爱真谨慎，真惊了有一天，咱伫上帝国的时光，咱无份啊。检采对在座的一寡兄弟来讲，今仔日读的这段经文，特别是有关上帝生气的经文，会互咱感觉真好去理解，甚至是真好去接受。总是当我一摆又一摆来读伊的时，我发现，当圣经的作者用这款真人性化的语言来描写上帝的受气的时，事实上，伊嘛要向咱表明上帝真人性化的一面。上帝就亲像啥物？上帝就亲像一位真疼囝的父母啦，用全部的疼来疼伊的囝儿查某囝，无拍算，囝儿犹原毋听话，甚至做歹来抵抗父母啊！我相信咱在座做父母的人，伫这种的情况下面，你的确会心足疼，敢毋是嘛？甚至你会生气。我感觉台湾话实在是足水吼，疼，真正会疼，你心会疼啦。不过咱拢知，父母的生气，有时是一种疼的表达，因为真疼，所以心会疼。不过咱嘛知，因为父母是真正疼囝，所以的确袂遮紧就放你的囝儿查某囝，互伊行自我灭亡的道路，敢毋是嘛？咱的上帝嘛是安尼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咱的上帝是伫慈爱中有公义，伫公义中有慈爱的上帝。我再讲一遍，我们的上帝是慈爱中有公义，公义中有慈爱的上帝。咱拢真爱慈爱的上帝迄面，咱无爱去讲上帝的公义，总是整个的圣经来读。咱的上帝是伫公义中有慈爱，伫慈爱中有公义的上帝。话主话讲，当上帝真生气，对摩西讲：“我要大受气，因爸无因用你做大国的时，上帝还佫讲另外一句话。这句话是伫第10节的一开始，上帝是安尼讲：伊讲，你担出在我要大受气，因爸无因用你做大国。真短一句话，你担出在我。华语是讲，现在你且由着我吧。有一位圣经学者讲足好，伊讲这句话是整个故事一个真重要的重点，会当讲是这段故事中的福音好消息啦。怎样讲？你担出在我，这伫甲咱讲啥物？你甲咱讲上帝的审判也无定论啦。上帝甲你甲摩西伫讨论吼，你担出在我，互我安尼去做。伫上帝对人的失望甲受气的中间，上帝犹原为咱保留一个空间，就是咱会当改变伊心意的空间。这是上帝出伫伊疼的本质，伊愿意为咱遮多的人留一个稳定的出路。咱也愿意回头倒转归应上帝，上帝要赦免咱一切罪过，上帝嘛要甲咱定心立约。就亲像当时上帝搁一摆甲以色列人定心立约同款。不但安尼，你担出在我这句话，也是表示上帝对人提出一种的邀请。就亲像当时摩西同款，
诗篇今仔咱所读的，伊讲，当摩西站在破裂之处，摩西抓到这个机会，徛伫迄个上帝甲人关系已经破口的迄个中间，摩西勇敢来到主的面前，为着伊的信仰团体，为着以色列人，迫切伫上帝的面前祈祷啊！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你敢有渴望、渴慕台湾基督教会就爱复兴吗？你敢有渴慕咱淡水长老教会爱复兴吗？是，咱拢期待教会爱复兴，这是对，因为教会是基督用伊的宝血重大将咱赎回，伊疼教会到安尼。总是你来看2000年教会的历史，真正教会的复兴拢有一种的特质，就是当人搁一摆倒转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。2000年教会的历史，真正教会的复兴拢是对人倒转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开始。若是安尼是咱要问，过去这几年来，台湾教会敢有真正复兴吗？咱敢有真正倒转到主的面前，互上帝搁一摆正做咱性命的主，互教会基督正做教会的头，毋是咱做主啦。长老教会这几年来，真侪教会拢袂拄好，问题出伫倒？收罪高人，人人拢要做头，对总会、对中会到地方教会拢同款。咱拄啊庆祝宗教改革纪念主日，16世纪宗教改革，路德马丁甲所有的改革家要讲的一句话就是：互上帝做上帝，互上帝搁一摆伫教会中间来做头来做主啊！今仔日咱拢爱悔改。当我咧写这篇讲章的时，我特别想到我家己的母会淡水教会。点彩恁现在会亲像当时伫山骹伫听候遐的以色列人同款，有时咱嘛想要问上帝，你的计划是毋是延前？上帝是毋是将咱放袂记？各位兄弟姊妹无啊？迄位伫过去早有显明的奇妙作为，伫淡水教会上帝伫今仔日伫未来永远无改变。上帝今仔日永远伫做工，做工伫即间的教会中间，做工伫你我的生命中间。上帝稳重的作为，有时虽望咱看袂到，总是上帝为着疼伊的人所备办的。照圣经所讲，是目睭毋要看去，耳孔毋捌听去，心也袂捌想过。上帝永远伫看顾伊家己的教会。伫今仔日台湾神学纪念主日，我感觉是真水的一个机会。当咱想到上帝怎样呼召马开普斯将福音带到台湾，淡水教会有一个真特殊的地位啊！今仔日上帝要搁一摆复兴咱的教会，总是复兴伫对倒位来，毋是方法，毋是策略的问题。真正教会复兴是搁一摆，咱悔改伫主的面前。求上帝赦免咱，无搁掠家己做主，互上帝做咱生命的主，也互上帝做淡水教会的主。兼且今仔日，上帝嘛要邀请咱中间有一寡兄弟，你阁亲像摩西同款，你愿意徛伫迄个人甲上帝关系已经破口的中间，为着咱的兄弟姊妹，为着咱的教会。迫切伫主的面前来祈祷，兼且摩西当时对以色列人的祈祷，今仔日也要正做你我伫主的面前安尼祈祷讲：耶和华，你为什么你的百姓生气啊？这百姓是你用大气力、大权能对埃及地带出来，写书互埃及人有话讲。伊带因出去，是要害因，害死因伫山顶，对地上来白无因。求你回心转意，
煞你的大受气，无降灾祸互你的百姓。纪念你的奴仆亚伯拉罕、以撒、以色列，你捌记家己对因安尼咒詛讲：我要互恁的后裔，亲像天顶的星遐尼多。佮我所讲的这个全地，我拢要赏赐互恁，要互恁成做永远的产业。圣经安怎写？圣经讲，耶和华就退火，改变伊的心意。愿上帝赐福听伊的话，佮去行的人。阿门。